你哋好多人都係自己掌控緊自己嘅人生，直到悲劇發生，你哋先至會聽神嘅說話。除非你遇見耶穌並尊佢為主，否則你唔會知道人生嘅意義。曾經有過咁樣一種講法，復活嘅意義係非常之重大嘅，佢會徹底咁改變你成個人生同埋你嘅未來。但係我哋好多人都仲未真正受到復活嘅影響。正如有人曾經講過，大家一齊讀復活，一係就係歷史上最偉大嘅事件，一係就係最大嘅騙局。所以喺今日呢段時間，我想根據羅馬書第1章嘅內容，從使徒保羅嘅角度，佢睇下復活。等我哋談論一下復活嘅意義。等我重複一次，復活如果係真嘅話，就係人類歷史上最重要嘅事件。等我話俾你聽點解。第一，佢證明嘅耶穌就係佢所宣稱嘅嗰位，而且證明嘅聖經就係神嘅話語。佢向我哋證明咗死後係有生命嘅。佢向我哋證明嘅耶穌會再次降臨。最重要嘅係佢證明咗我哋每個人都要向萬王之王負責。因為耶穌受死並且復活，你擁有一個奇妙嘅未來。世上嘅生命絕對唔係終點，所以唔好灰心，唔好沮喪。當你諸事不順嘅時候，要記住耶穌受死並且復活咗。佢應許嗰啲咩？你將會再次活過嚟。如果佢哋復活，我建議你忘記基督教啦，一切都只係笑話。我甚至唔知你點解禮拜日要落呢度，但係如果佢真係復活嘅，佢一切都變得好重要。我哋意思係，既然佢復活啲，你就必須認真對待嘅，並且得到安慰。我想同大家分享羅馬書第1章頭幾節經文入邊嘅3件事。第一，我諗你哋知道福音同復活永遠都係埋一齊嘅。佢哋復活就唔會有福音。我哋可以學到啲咩？第一，你學到我哋一齊讀耶穌基督嘅僕人保羅奉召為使徒，特派傳神嘅福音。呢個福音係神從前藉眾先知喺聖經上所應許嘅。從呢節經文入邊，我想大家知道嘅第一件事係神嘅福音係嚟自神嘅。第二，呢個係應許。我想講咩？喺羅馬書嘅頭幾節經文入邊討論咗3件事。第一係神冇應許。第二咧係復活嘅證據。呢樣嘢對於認識神係邊個非常重要。你有證據證明神會實現佢哋應許。第三係目的。基督嘅復活如果係真，你就有個新目的。我哋由第一樣講起，應許。當你提到應許，你腦海會睇到啲咩？應許係一啲有計劃嚟嘅，唔係偶然發生嘅。當神應許一啲咁嘅時候，即係話佢一直都有喺度嚟緊呢件事，係一啲預先講嘅出嚟嘅嘢，佢係信實嘅，一定會實現佢嘅應許。等我哋再一齊讀多次。保羅第1節，耶穌基督嘅僕人奉召為使徒，特派傳神嘅福音。喺呢3節經文入邊呢，我有以下嘅觀察。第一，保羅明白佢同神之間嘅關係，佢稱呼自己做僕人。呢個字係 doulos， 即係奴隸。保羅係話我係基督嘅奴隸。咁你呢？你有冇將自己諗成係基督嘅奴隸？係，我哋好多人都冇呢個概念，所以你先至唔會認真對待基督。你唔關心神嘅旨意，係因為你唔知道自己係基督嘅僕人。保羅知道，跟住
保羅知道佢哋呼召。保羅話：我係奉召做使徒嘅。保羅完全知道神點解要呼召佢。保羅知道嘅係被分別出嚟，為咗傳神嘅福音。你留意到個咩？各位，福音呢個詞係咩意思？好消息。福音係嚟自希臘文 euangelion， 呢個字就係好消息嘅意思。所以福音就係好消息。福音唔係由你發明嘅，亦都唔係由人發明嘅，佢係大家一齊讀神嘅福音。留意下，唔係人嘅福音，唔係教會嘅福音，亦都唔係某個教派嘅福音，佢係神嘅福音。你一定要喺自己嘅腦海入邊清清楚楚，福音同埋耶穌嘅復活，呢啲全部都係神所計劃嘅，而絕對唔係我哋。跟住係經由佢嘅眾先知嘅聖經入邊所講嘅，我哋點樣知道呢樣嘢係神計劃嘅咧？因為聖經上邊係咁樣寫嘅。咁樣你睇對基督復活有咩了解呢？聖經一早已經預言咗，係關於咩嘅？呢段內容係關於佢個仔，論到佢個仔按肉體嚟講係大衛嘅後裔。等我而家詳細同你哋解釋一下，究竟係咩原因使徒保羅要特別提到神嘅仔，按佢所講，按肉體嚟講係大衛嘅後裔呢？你哋知唔知點解？因為呢個係預言，神對大衛許下嘅承諾。例如喺撒母耳記下第7章，神學家稱呢段經文為大衛之約。呢個係神立嘅約，係單方面嘅約。大衛並冇要求過呢樣嘢，神單方面向大衛許下嘅承諾。呢個就係佢嘅承諾。大家一齊讀。你壽數滿足，與你列祖同分嘅時候，我必使你所生嘅後裔接續你啲位，我亦必堅定咁抗果。第12節佢哋特別，因為好多時老豆過身，個仔就會接手。呢件事究竟有咩特別呢？等我哋一齊睇讀下一節。佢必為我哋名建造殿宇，我必堅定佢嘅國位，直到永永遠遠，直到永遠。呢幾個字就係獨特之處。等我哋繼續讀落去下一節。你嘅家室同埋你嘅國度必將喺我面前永遠堅立，你嘅國位亦都必然會永遠堅立。各位，根據我哋人類嘅歷史，我哋可以睇到世上係完全冇一個國度可以係永恆嘅。羅馬帝國、拜占庭帝國、希臘帝國，佢哋都係有興有衰。喺聖經講緊嘅係邊個帝國呢？邊個帝國會永遠長存？事實上，到咗今日，佢仲不斷擴張緊，就係耶穌基督嘅國度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佢會再啟，並會真正建立咗嘅國度。所以呢個係一個預言，預言將要降臨嘅彌賽亞會係大衛嘅後裔。所以你嘅所有人，包括我，都冇資格成為彌賽亞。我哋唔係被選中嗰個。咁樣，我哋一齊讀呢段。論到佢個仔，按肉體嚟講係大衛嘅後裔；按聖善嘅靈嚟講，因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係神嘅仔。按聖善嘅靈，我哋僱主耶穌基督，你可以學到啲咩？一啲好重要嘅嘢。耶穌基督喺100%嘅人係肉身，同時咧，耶穌咧亦都係100%嘅神。神學家會稱之為位格合一，神性與人性嘅結合。佢係100%嘅神，亦係100%嘅人。主耶穌並唔係一半係人，一半係神，係100%嘅人，所以佢先可以為你攞罪而死。正如預言所講，佢必須成為肉身，但佢亦都係神，
因為只有神嘅生命先可以將我哋由地獄救贖出嚟。所以耶穌嘅係咩？神亦都係人，明唔明白？明白？呢個應許話俾我聽一啲嘅，就係神一直都掛念住你。神嚟，你出世之前就已經掛住住你。你知唔知？神一直都掛住你嘅。係啊，福音係一個應許，係嚟自神嘅。冇人強迫神，冇人強迫耶穌降臨。啲人強迫神賜俾我哋福音，即係好消息，係神主動咁做嘅，係冇乜計劃，為咗要救你同救我。所以請大家明白復活嘅重要意義。呢個係神對你同我哋應許。等你有一個真正嘅救主，就係冇咗仔。佢由死裏復活就證明咗呢一點。佢到底咩係福音？等我同大家分享下。當使徒保羅話咧，係神所應許嘅，我哋一齊睇讀。各位弟兄們，我而家話俾你知呢個福音，呢個福音就係我之前傳俾你嘅，你嘅領受嘅，又靠住嘅，企穩嘅。所以保羅而家話俾哥林多人聽，我而家要話俾你知咩係福音。福音呢個詞係咩意思？好消息，各位，咩係福音？好消息。咁好消息係咩？佢而家話俾你聽，如果你挾持守我傳俾你嘅嘢度，你嘅就必因呢個福音得救，除非你哋係徒然相信，福音會救你。所以保羅而家話俾我哋聽，我想話俾你知咩係福音。如果你相信，如果你持守，佢就會救你。佢到底咩係福音？好，咁詳細嚟講，讀我當日所領受又傳俾你哋嘅，第一要緊嘅係，意思係呢樣，係關於福音你最需要知道嘅事。咁福音係咩呢？大家一齊讀。照聖經所講，基督為我哋嘅罪死咗，所以福音係咩呢？留意保羅話，我當日所領受又傳俾你哋嘅係最要緊嘅，係最重要嘅事。保羅並冇發明福音，記住，福音係嚟自上帝嘅。保羅話，上帝話我知嘅，我就話你知。基督為我哋嘅罪死咗，正如聖經入邊所講嘅一樣，而且佢已經被埋葬，證明咗真係死咗，又喺第三日重新復活嘅。請大家而家一齊讀，照聖經所講。點解佢要重複照聖經所講？照聖經所講呢？各位，耶穌嘅一生以及佢嘅死亡係如此獨特，喺人類歷史上呢個係無與倫比嘅。你讀晒所有手稿、所有宗教書籍，都冇一個可以相比。耶穌基督係咁獨特。佢哋喺之前就已經預言佢哋會點樣生活、點樣死同埋點樣復活，全部都喺聖經入邊。冇人係咁樣嘅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聖經入邊嘅例子，以賽亞書喺基督降生前幾百年，以賽亞書大概係喺基督之前600-700年寫成嘅明明。一下佢點講噶？我哋眾人都好似羊走迷嘅路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華使我哋眾人嘅罪孽都歸咗喺身上。呢個話係邊個？耶穌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我哋所有人好似羊咁，我哋都好頑固，我哋行自己嘅路。呢個就係罪嘅根本定義。你按自己嘅方式行，而唔係上帝嘅方式。我哋每個人都偏行己路，但上帝做咗咩呢？耶和華使罪孽，即係我哋嘅罪，都歸喺耶穌身上。一齊讀，佢誠然擔當我哋嘅憂患，背負我哋嘅痛苦。呢個話係邊個？耶穌。我哋卻以為佢受責罰，留意被上帝擊打。
上帝嘅計劃呢，苦苦等待咗好耐，點知道原來佢係為咗我哋嘅過犯而受害，為咗我哋嘅罪孽而被壓傷。雖然當時仲未發明十字架呢種刑罰，但係聖經已經清清楚楚但預言嘅，耶穌真係為咗我哋嘅罪而被刺穿。預言嘅例子，佢嘅墳墓被安排同惡人一齊，但佢死嘅時候卻同財主同葬。耶穌葬咗邊個嘅墳墓度？係亞利馬太嘅約瑟，一個財主嘅墳墓。聖經甚至預言佢哋會點樣被安葬。唔止咁樣，我哋睇下耶和華佢定意將佢壓傷，咁樣邊個要負責？耶穌基督嘅受苦同埋死亡呢？你可能佢意識到係因為我哋罪，但最重要嘅係主上帝計劃佢呢一切，因為罪嘅代價係非常之恐怖。只有一種贖罪嘅方式可以令你得到赦免，就係生命。上帝之子嘅生命，佢冇罪，但佢代替佢嚟，所以係主定意將佢壓傷，令佢受痛苦。大家一齊讀以雷為贖罪祭，然後聖經繼續講，佢必睇見後裔，佢嘅日子必長久。耶和華所喜悅嘅事，必佢嘅手中亨通。呢度提到耶穌將會重新獲得生命，並再次復活。各位朋友啦，我想喺呢度分享其中8個預言，但其實關於耶穌嘅預言呢，總共係有超過300個。我只係舉出8個例子。聖經有提到耶穌會喺邊度出世。聖經講到佢會由童貞女所生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佢會係大衛嘅後裔。佢會為咗30塊銀錢被出賣，佢會被釘十字架，被刺穿。佢哋會分咗佢嘅衫。好多人喺意識到耶穌上十字架時嘅羞辱，佢點樣赤身露體，為咗你同我哋罪，葬咗財主嘅墳墓，然後復活。而家點解我要提出8個呢？呢個係因為著名嘅數學家兼天文學家 Peter Stoner 教授曾經親自計算過呢8個預言喺同一個人身上實現嘅機率。你可能完全唔知道呢8個預言喺同一個人身上實現，究竟代表住幾咁重大嘅意義。根據佢嘅研究講法啦，呢個機率僅只有10嘅17次方分之一，亦即係話咧，呢個相當於100萬億分之一嘅極低機率。我能攞到最好嘅說明係嚟自 Peter Stoner。佢話：如果你睇一個1蚊銀，佢上邊做個記號，然後用2尺厚嘅銀仔鋪滿成個德州，即係2尺厚嘅銀仔，明明全部都係1蚊銀，成個德州咁大。你哋可能唔知德州有幾大，等我話你知。德州比起呂宋島，呂宋島連德州嘅1半都冇，你明唔明白？呂宋島同德州呢一個州相比，簡直係微不足道。而家你用2尺厚嘅5披索銀仔由阿帕里嚟到去俾科爾區，我哋呢度嘅美金就用5披索銀仔喺其一做標記。好啦 Gerson 你再上嚟，再上咗。好啦 Gerson 我而家要蒙住你對眼，你有冇戴手巾仔啊？唔緊要，咁我就蒙住 Gerson 嘅眼。我同 Gerson 講，我會俾架直升機你，無論你想去呂宋邊度，邦板牙、布拉幹、碧瑤、阿帕里、黎亞實比，你想去邊都得。我會按你指示降落，然後蒙住你眼。你執起嘅第一個銀仔，一定要係我做咗記號嗰個。你話 Gerson 蒙住眼，
第一次就揾到嗰個銀仔嘅機率有幾大？有%幾？係零。對唔住，再次多謝你 Gerson， 係零。咁我想表達咗咩呢？我想講嘅好簡單，耶穌復活同埋所有嘢喺生命中實現嘅預言，都確鑿咗證明佢哋就係佢所宣稱佢嗰位。你需要上帝嘅大能，先可以確保所有呢啲預言都會成真。所以上帝一直都參與其中。當我哋講證明嘅時候，係指咩呢？證明耶穌係邊個？證明上帝嘅大能。我哋一齊嚟讀呢段。因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係上帝嘅仔。換句話講，如果冇復活，仲有咩可以證明耶穌就係佢所講嘅嗰位上帝嘅仔？如果冇復活，你點樣證明聖經係真嘅？朋友，復活係至關重要嘅，對你嘅信仰嚟講，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復活節嘅意義、復活嘅證據，以及佢點樣改變你嘅生命。我諗你冇睇下使徒保羅，聖經話俾我哋知，保羅不斷重複提到復活。佢講到之後，佢一次顯俾500幾個弟兄嘅，其中大部分到而家仲喺度，但亦有啲已經冇咗。復活嘅證據唔單止係個冒空嘅，仲有呢啲目擊證人。佢話俾我哋聽更多，佢顯俾500幾個弟兄嘅。保羅話佢哋好多人仲生存緊。哥林多前書係喺基督受死同復活30年後寫嘅，所以佢話呢啲人入邊好多仲生存緊，你可以去查證下。之後嘅話，佢顯俾雅各嘅，之後顯俾眾使徒嘅，最後佢顯俾我哋。咁係咩令保羅相信耶穌係真嘅呢？就係呢節經文喺最後嘅時候，佢亦顯現俾我呢個好似未到產期而出生嘅人睇見。你係咪知道究竟係點解保羅會形容自己好似墮胎出嚟嘅呢？呢個係因為保羅見到自己深重嘅罪孽。保羅覺得自己嘅資格去做使徒。你知唔知點解？等我話你知，睇下佢哋見證。我係猶太人，生喺基利家嘅大數，喺呢個城長大，受教嘅加馬列門下，嚴格遵守祖宗律法，為神熱心，好似你哋今日所有人一樣。你知唔知保羅講緊咩啊？保羅係話我受教於最出名嘅學者加馬列。加馬列就好似去一間名校，好似去哈佛或者 UP 嘅，呢間係最好嘅學校。保羅話我係名校畢業生。之後佢仲講啲咩啊？唔單止係受過教育，保羅話大家一齊讀。我曾迫害信奉呢度嘅人，直到死地，無論男女都鎖埋入監。保羅好憎基督徒，佢形容基督徒係呢度冇人。呢點大祭司同眾長老都可以作證。我亦從佢哋嗰度領受咗俾弟兄嘅信，然後出發，大家一齊讀。我去大馬士革係要將嗰度嘅人亦鎖埋，帶翻耶路撒冷受刑。咁保羅點解去大馬士革係要捉更多囚犯啊？佢好憎基督徒。你明唔明保羅當時冇咩？佢係好真誠嘅。佢嘅心目中基督徒全部都係信緊邪教，唯一真正嘅宗教係猶太教。保羅話我對我哋宗教好忠誠，其他所有人你睇都係假嘅。睇下我哋讀一節平衡經文，意思一樣，但係平衡經文。從前我自己亦以為應當多方反對拿撒勒人耶穌嘅名，針對耶穌嘅名，佢好憎耶穌。你一定要明白點解。對猶太人嚟講，只有一位神。耶穌聲稱自己係神，呢啲係異端。基督徒喺度敬拜耶穌，
呢啲係異端，呢啲就係我哋耶路撒冷所做嘅事。我將好多聖徒都關入咗監獄，佢將佢哋關嚟起嚟。喺得到祭司長嘅授權之後，呢啲宗教人士就係迫害基督徒嘅人。而且當佢哋被處死嘅時候，我都投票贊成。保羅喺雙手沾滿咗鮮血，佢處死咗好多人。佢係咩改變佢哋呢？我嘅朋友，呢件事發生喺我去大馬士革嘅路上，大約係中午時分。留意下，中午嘅太陽係好刺眼嘅，但係仲有一道光比太陽仲要亮。一道強光突然由天上閃過，我跌咗喺地下嘅時候，突然間聽到有個聲對我講：掃羅，掃羅，你點解要咁樣迫害我？各位先生女士，保羅當時係迫害緊班基督徒，定係迫害緊耶穌本人呢？答案就係耶穌。點解耶穌而家會話你點解要迫害我？你明唔明白神學？當你歸向耶穌，你就同佢合而為一。當人哋虧待你嘅時候，耶穌會同你感同身受。呢個就係我哋救恩中奇妙嘅真理。耶穌同保羅講：你點解要迫害我？保羅當時係迫害緊基督徒。你知啦，呢件事震撼咗保羅。你知唔知保羅講啲咩？我回答話：主啊，你係邊位？佢對我話：我就係你所迫害嘅拿撒勒人耶穌。我就話：主啊，我應該做咩？你留意到啲咩？保羅完全唔清楚嘅人生嘅目的，因為佢一直以嚟人生嘅目的都係完全錯誤嘅。佢人生嘅目的竟然係去殺害基督徒。有一日咧，佢遇見僱主：主啊，你係邊位？一旦你認識咗你僱主，你就會問下一個問題。保羅問佢第一個問題：主啊，你係邊位？耶穌話：我就係耶穌。佢跟住落嚟又問佢下一個問題：主啊，你想我為你做咗乜嘢呢？各位，除非你真正遇見耶穌成為你嘅主，否則你係完全唔會知道你呢一生人真正嘅意義同埋目的。你知啦，神就溫柔淡樣同佢講話：起身去大馬士革，到時會有人話俾你聽，所有指派你要做嘅事。你哋神一步一步，佢向我哋啟示佢想你做嘅事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有一個叫亞拿尼亞嘅人，佢按住律法嘅標準係好虔誠嘅，喺嗰度住嘅猶太人都好尊重嘅。保羅話：佢哋揾我，佢企喺我旁邊對我話：蘇羅弟兄，你可以睇得返㗎喇。就喺嗰一刻，我向上望住佢咧，等我話俾你聽呢度發生啲咩事。如果你讀《使徒行傳》，亞拿尼亞其實唔想去見保羅。亞拿尼亞同上帝講：主啊，我唔可以去見佢，佢係個殺人犯，佢好憎基督徒。主啊，我唔想見佢。之後上帝同亞拿尼亞講：保羅睇就係我哋選嘅器皿，我哋冇乜，而且我話佢俾佢聽，你會去見佢？亞拿尼亞話：好啦，主，你知唔知我為亞拿尼亞感謝上帝？亞拿尼亞去見保羅，仲為咗祈禱，等佢可以重見光明。保羅當時盲咗3日，等我話俾你聽可能嘅原因。你哋好多人都係按住自己嘅意思生活，直到悲劇發生，你哋先至會聽上帝嘅話。你哋好多時上帝會同你講嘢，就係喺你走投無路嘅時候。我哋好多人都聽唔到上帝嘅聲音，因為你個心充滿咗自己嘅目標，充滿咗你自己嘅睇法。但係我嘅朋友啊，你哋有啲人甚至連開口問一問都唔肯去問耶穌。使徒保羅對眼盲佢足足3日咁耐，你可以想象佢人生中嘅創傷。佢當時可能喺度：主係邊個？
係耶穌冇錯，佢想我做啲咩？之後亞拿尼亞同佢講：我哋祖宗佢上帝佢選嘅你，要你明白佢嘅旨意，見到嗰位義者，仲要親耳聽佢說話，因為你要將你所見所聞嘅向萬民為咁作見證。我同你講，朋友，保羅嗰陣時就已經完全明白晒，我哋係要做見證人。你應當要向每一個人見證耶穌係邊個，並見證佢喺你嘅生命中所做嘅一切。各位，你今日身處咩位置並唔重要，我關心嘅係你今日之後嘅方向。由而家開始，你一定要明白你生命中嘅呼召。你去問上帝：主啊，你想我點樣為你作見證？無論你係家庭主婦、銀行高層定係生意人，你有啲問過上帝：主啊，點解你賜俾我咁多福氣？點解你賜俾我呢份工作？你啲人生目標係咩？你有冇問過耶穌？你哋所有人終有一日都要承認，耶穌就係你哋嘅僱主。無論你中唔中意，每個人心目中都有一個主。你總會為咗某啲嘢或某個人效勞。我今日只想問，邊個先係你嘅主？然後你要問佢：主啊，你想我做啲咩？明唔明白？但係唔好睇住玩弄耶穌，因為佢唔係一個普通人，佢係上帝嘅仔，係萬王之王。我想你哋學到一啲嘢。今日你哋當中可能有人對生活感到失望，但上帝係有旨意嘅。今日你有冇朋友想帶嚟佢去識耶穌？可能係你老公或者你老婆，或者係你嘅親人，但係佢哋仲未認識耶穌。唔好放棄。如果保羅都可以被改變，如果上帝可以改變保羅，上帝唔通改變唔到你嘅朋友咩？係唔係？如果上帝改變個保羅，佢可唔可以改變你？佢當然可以改變你。唯一嘅問題係你有啲承認耶穌係你嘅主。上帝有能力去改變生命，佢改變咗我哋一生，直到今日，佢仲係不斷咁改變緊我。保羅嘅一生亦都從此被徹底改變，所以復活向我證明嘅耶穌確實就係佢所講嘅嗰位，佢就係上帝嘅仔。復活嘅重大意義就係耶穌係主，佢將會再次降臨，而且佢擁有一切權能同權柄。最重要嘅係佢可以改變人心。無論耶穌應承過啲咩，你都可以完全信靠攏。早期基督徒傳講嘅第一個信息係咩？佢哋最初嘅講章全部圍繞復活，只有一個信息：耶穌受死，然後復活，上帝令佢從死裏復活。呢啲就係聖經入邊記載嘅最初嘅信息。呢位耶穌，上帝已經令佢復活咗。使徒行傳第4章，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嘅復活。佢哋只有一個簡單嘅信息：耶穌基督為我哋嘅罪而死，佢從死裏復活，佢想你嘅悔改，其實就係咁簡單。你知唔知嗰啲使徒究竟全部係點樣死嘅呢？嗰班追隨耶穌嘅使徒，基本上幾乎全部都唔係因為年老而自然死亡嘅。佢哋亦都唔係死於癌症，佢哋唔係死於肺炎，亦都唔係死於流感。你知唔知佢哋係點死？佢哋全部都係殉道被殺嘅。殉道，因為佢哋話耶穌死咗而且復活咗，佢哋去傳道。由彼得開始，佢以前成日逃跑。當耶穌被釘十字架嗰陣，佢走咗去。但之後耶穌向佢顯現，安德烈、馬太、馬可、馬提亞、路加、巴多羅買、雅各，仲有我最中意嘅多馬。你知啦，多馬以前從來唔信耶穌，佢被稱為多疑嘅多馬，直到耶穌顯現話：多馬，摸下我隻手同肋旁。我係耶穌。當多馬見到復活嘅救主，佢就改變咗。
如果你喺今日去到印度，當年使徒多馬都曾經去過嗰度，向當地嘅印度人傳揚福音，嗰度有多馬信徒。到咗今日，你仲可以見到多馬嘅門徒，佢哋而家都係基督徒。呢班人自稱為多馬信徒，據說係源自於使徒多馬。當然仲有保羅。我哋啱啱先由羅馬翻到嚟呢度。天啊！保羅喺羅馬被斬首，點解唔係釘十字架？釘十字架太殘酷，羅馬公民唔準備釘十字架，只能斬首。你知啦，我好中意帕斯卡講過嘅話，我只相信嗰啲願意被割喉殉道嘅見證人。我之所以相信復活，係因為見到嗰啲目擊證人嘅轉變，即係嗰啲使徒。耶穌死咗，而且復活咗，呢個係事實，唔係神話。所以呢件事咧，具有重大嘅意義。如果你係非常認真咁去了解耶穌係邊個，佢會改變你嘅一生。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呢件事唔單止證明佢耶穌係邊個，唔單止話俾你聽神會實現諾言，佢擁有一切大能。佢仲會賦予你一個新嘅目標。我係咩意思啊？睇下保羅點講。保羅喺第5節話，佢講完神嘅兒子藉住從死裏復活，以大能顯明出嚟之後，記住復活係神話俾我哋聽。呢個係我嘅仔，呢個係救主，呢個係彌賽亞，係神親自證實咗耶穌嘅身份。但係留意下保羅點講，我哋從佢領受嘅，各位請一齊讀。我哋從佢領受嘅恩典同使徒嘅職分，喺萬國之中叫人為佢高名信服真道。保羅咧提到咗2件事，因為基督嘅復活冇得到嘅佢哋嘅第一恩典，恩典係指一啲你唔配得嘅。基督嘅復活保證咗上帝嘅恩典會喺你心入邊，嗰啲恩典係咁嘅，寬恕嘅恩典，呢份永生嘅恩典，亦係永恆保障嘅恩典啊！美好將來嘅恩典，呢啲係我哋唔配得嘅，但係恩典帶嚟嘅新嘅目標，嗰個目標係乜嘢？侍奉上帝係一種極大嘅榮幸，亦都係一個新嘅目標。使徒嘅職分，意思係被差遣出去。上帝想差遣你，差遣我，無論我哋喺邊度去做嘅嘢，去成就出於信心嘅信服。真正嘅福音係唯獨恩典，藉住信心得救。信心，但係嗰種信心唔係孤立嘅，佢會帶嚟信服。我係指佢哋嘅。保羅當佢遇到復活嘅救主嗰陣，佢被改變咗。點解？因為耶穌就係佢所宣稱嘅嗰位。當保羅真心發現耶穌係上帝，耶穌係上帝嘅仔，咁就改變咗，因為佢係真心嘅。你知唔知上帝想你對自己誠實？等我重複一次，上帝想你對自己誠實。如果你真係相信耶穌係上帝個仔，相信佢係主，佢會改變你一生。你知唔知佢點樣改變個保羅？保羅話：我欠佢債，無論係希臘人、化外人、聰明人定係愚拙人。所以對我嚟講，我好迫切想將福音傳俾你哋嘅羅馬嘅人。第一，關於福音，我係有責任嘅。喺塔加羅語入邊，責任係點講？係人情債，唔好同我講義務，嗰個係西班牙文義務。我認為最好嘅翻譯係人情債。你知唔知菲律賓嘅人情債文化好神奇？佢幾乎會束縛住你，佢幾乎會迫使你去報恩，係唔係？係，呢個就係我哋嘅文化。我讚美上帝，菲律賓人係全世界最好嘅人。
點解呢？就係人情債。阿門。唔止咁樣，保羅仲講佢乜嘢？我係有責任嘅。喺嗰之後，我內心變得非常迫切咁，想去傳福音。佢好迫切，我唔知你有冇迫切想去分享福音。然後保羅話：我唔以福音為恥，呢個係神嘅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嘅人。我唔會覺得羞恥。世人渴求基督，而唔係宗教。你係神嘅器皿。你知唔知保羅點樣做到？因為保羅明白，大家一齊嚟讀呢段。因為佢已經定咗日子，要按公義審判天下，按公義藉住佢所設立嘅人，並且叫佢由死入邊復活，俾萬人做可信嘅憑據。你知唔知點解保羅唔覺得羞恥？因為保羅知道福音可以拯救世人。朋友，你知唔知我點解要傳福音？因為當我望住人嘅時候，我知道有一日每個人都要企喺神面前。佢已經定咗日子，要按公義審判天下。按公義，我哋所有人呢都要受耶穌審判。佢係神所設立嘅，並俾咗萬人憑據。耶穌呢就係將要佢嘅審判者。所以我向人傳講耶穌。我唔知你點睇？唔好以耶穌為恥，向人傳講耶穌。當你向人傳講耶穌之後，接唔接受基督就係佢哋自己嘅決定。保羅咁樣講，神對保羅話：我向你顯現係為咗呢個目的。大家一齊讀，要派你保羅做執事，做見證人。你哋每個人都俾神委派去做僕人同見證人。見證人就係要話俾人聽基督為你做咗乜嘢。留意下，保羅傳達嘅信息係佢要開佢哋嘅眼界，令佢哋由黑暗歸向光明，由撒旦權下歸向神，令佢哋因信我而罪得赦免，同埋同一切成聖嘅人同得基業。各位，點解你哋要咁熱心？點解傳福音要咁興奮？點解你會覺得係一種責任？呢世上面嘅人們需要主開啟雙眼，俾佢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。聖經話俾我哋聽，今日唔認識耶穌，覺得唔需要耶穌嘅人，其實係盲嘅，佢哋睇唔到。福音會開咗佢哋眼。我哋朋友，你哋當中有人今日對眼開始打開啦，你嘅眼界正喺度打開。你而家意識到耶穌先係救主，而唔係宗教，係耶穌。你一定要去幫助人。你知唔知點解？由黑暗歸向光明，由撒旦權下歸向神。各位先生女士，而家呢個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度，黑暗嘅國度同埋光明嘅國度，撒旦喺國度同埋上帝嘅國度。你屬於邊個國度？如果你屬於上帝，你就會好渴望話俾人聽，你會覺得係一種責任，你唔會覺得羞恥。你知道保羅做咗咩？佢向眾人傳福音。我對大家嘅挑戰，大家讀下呢段。如果耶穌從死裏復活，你就必須接受咗所講嘅一切。問題唔係你中唔中意嘅所講，不在於你同唔同意佢講嘅嘢，而在於佢係咪從死裏復活。而家我問你哋，耶穌有冇從死裏復活？有。既然如此，佢就應該改變你嘅生命。你睇下基督教，如果係假嘅，就一啲都唔重要啦。但係如果係真嘅，就有無限嘅重要性。唯一唔可能嘅就係普通重要。我希望你哋每個人都唔好輕視耶穌基督，亦都唔好輕視基督教。如果你認真對待耶穌，你就唔會一年先喺呢度一次。B 人翻周年紀念 CCF 崇拜一年一次，就係喺復活節主日，唔係佢哋。信耶穌是否視敬拜上帝為日常？係嘅，會嘅。拜託，請認真嘅。
但你唔會只係喺星期日嘅敬拜。對我嚟講，週日崇拜只係副產品，週一至週六你都為耶穌而活，認真對待佢，好嗎？好，因為基督教係真實嘅，我好認真對待。你哋可以見到我有幾認真。如果耶穌死咗而且復活咗，你會點做？我而家就問緊你，你今日會點樣對待耶穌？分享，你今日會點樣回應呢個信息？你可以好似平時冇返屋企，佢都唔會改變，或者你可以選擇改變。我希望你今日做一個決定，我真係好希望你改變，我真係好希望你話耶穌，你係我嘅主，我會聽從你嘅命令。咁命令我哋要向每個人分享福音，係呢個就係你嘅呼召，呢個就係你嘅使命。無論你係醫生、商人、牙醫定係會計師，無論你喺邊度，你都要履行你使人成為門徒嘅使命。所以我對你哋嘅挑戰係喺5年之內，我哋希望有500萬名委身嘅基督追隨者，係唔係？係我挑戰你嘅每位。今日 CCF 可能得20萬人，假設菲律賓有50%嘅人參與，如果其中有50%係追隨者，我會分享福音。你知唔知？我挑戰你去分享福音。如果有10萬人，如果你冇每人同5個人分享福音，好啲。簡單啲嚟講啊，10萬乘5究竟係等於幾多話？50萬。你好好咁帶領呢啲門徒，1年之後佢哋再同5個人分享基督，到時會有幾多人？你唔識計數啊？10萬乘5 50萬，50萬乘5係幾多？250萬。朋友，我想話你知，如果我哋齊心協力，就可以令呢個國家福音化。我一個人做唔到，你一個人亦都做唔到。但如果我哋一齊做，呢個國家就會成為基督化國家。阿門。所有腐敗都會減少。你憎腐敗，只有一個方法可以改變，就係令佢哋成為耶穌嘅信徒。哈利路亞，阿門。朋友，由今日起，你最好為嗰5個人祈禱。仲有，我同好多人分享過基督，甚至喺我走之前，咁我出發去羅馬參加保羅之旅嘅前一日，我再次分享咗福音。我只係想分享福音，你知唔知點解？因為我深信耶穌受難並復活嘅，佢係我哋救主，佢係我哋主。我滿懷熱誠，我唔會覺得羞恥，而且我覺得係我嘅責任。翻睇我嘅人生福音點樣改變咗我，我想將呢份福氣傳承落去。你可唔可以唔好嚟自私，同其他人分享？等我哋低頭祈禱。如果上帝對你講嘢，但首先你想話我知，你需要耶穌。如果你今日想承認耶穌係你嘅主同救主，請舉手，我會為你祈禱。仲有啲其他人，今日你話我會承認耶穌係我嘅主同救主，請舉手，同我一齊做呢個祈禱。好嘅，舉起你嘅手，跟住我祈禱。主耶穌，我承認我係個罪人，我信你為我哋罪而死，並從死裏復活。主耶穌，我今日承認你係我哋主同救主，我信靠你成為我嘅救主，我信靠你改變我嘅人生。主啊，我為佢哋祈禱，正如我為自己祈禱一樣，賜予我哋機會，賜予我嘅勇氣，唔好自私，而係話俾人知你為我哋嘅罪而死並復活嘅好消息。求你祝福呢啲委身嘅人喺未來嘅日子大大使用嘅嘢。奉主名禱告，阿門。上帝祝福你。